狀病毒，症狀輕重不一，甚至有感染者係無症狀。醫學界發現病毒可以攻擊人體多個唔同部位，由頭到腳趾都可以出現病徵。宋正涵報導。李迪由摩洛哥返美國之後，左腳腳趾開始出現痕癢，而且紅腫發炎。佢上網搜尋，希望揾出病因。First thing that popped up was this condition or this presentation of COVID-19 showing up as itchy toes. 李迪其後接受新冠病毒測試，結果呈陰性，但佢嘅主診醫生話咁樣唔代表李迪冇事，反而有機會已經到病嘅後期。新冠腳趾係美國醫學界對新冠病毒嘅最新發現，通常以年輕嘅患者居多，大部分嘅症狀都比較輕微，甚至冇症狀。隨住越嚟越多人染病，判斷一個人有冇感染新冠病毒，亦都唔再局限於病人有冇發燒、咳嗽同肺炎，因為由頭到腳都有可能受到攻擊。有人會中風或者出現神經系統疾病，又或者會有紅眼症。部分人會失去味覺同嗅覺，又屙又嘔，出現血栓或者血管受到攻擊。肺泡可能會受感染，引致發炎、呼吸困難或者肺栓塞。影響心臟功能，有機會導致心律不正同心臟病發。腎臟一旦亦都受損，往往要洗腎。皮膚同免疫系統亦都可能受攻擊。無論長者定係細路仔都有機會因為呢個病冇命。新冠病毒同沙士以至中東呼吸綜合症都係會傳染人嘅冠狀病毒，但係由於新冠病毒要感染宿主所需要嘅病毒粒子較少，令到病毒比以往嘅冠狀病毒傳染性更加強。好多科學家都相信新冠病毒之所以殺傷力咁強，背後係因為病毒會破壞血管造成血栓，又會誘發免疫系統出現唔正常嘅反應，繼而發炎或者損害器官。所以專家認為要打敗新型冠狀病毒，絕對唔止抗病毒治療咁簡單。NOW TV 記者宋正涵報道。